上新的消息来看，有一个网络红人先塔律师李义庭，伊伫社群平台有22万的买奖，现在拢会分享法律的知识。不过这一届伊煞是加入去一件诈骗案，伊去用指控讲涉嫌泄密，而且协助处理阿查钱。台北地检署昨回去搜查约谈3个涉案的律师到案来说明。因为昨回复审了后，李义庭是以70万交保，而且限制出境甲出海。 会去做诈骗的人，通常都是家里没有父母疼爱，没什么钱，户头没什么钱，你要强制执行也执行不到的人。伫咧网络顶甲人讲，若互诈骗集团骗钱，被害人爱安怎维护家己的权益，甲钱摕来。网红先塔律师李义庭，伫社群平台有22万的粉丝，普通时伫网络分享法律的常识。不过这回互人指控伫灵骨塔诈骗案涉嫌泄密加协助销赃。 检警伫最近查到一件诈骗集团，骗一寡时代受害人加倍生前契约，或者是有纳税金，累一笔诈骗金额超过上亿。顺线追查了后，发现3位涉案律师，敢若是将侦办的进度挂漏，抑个教被告安怎做。北检30兵分5路搜查，约谈3个人到案说明，结果以上北检复审。有帮诈骗集团做事吗？有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说的？我19给我人有。 暗时复审了，检方有令李义庭7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；4条的律师50万交保，同款限制出境出海；4出的律师10万交保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